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良辰美景奈何颜，生水同一潭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谁伴斜头过尽烟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锦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小姐又到了每个月的那几天。你好，两位要点什么？啊，酒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喂，有没有意思？别光想着喝酒，请我吃饭这么敷衍你随便点，我只想喝酒。啊！那我不客气啦。你好，照那一桌的套餐一样来一份儿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是我们今天刚推出的七夕节套餐，两人同行还可以打7折。啊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们不是那……亲爱的，我们就要情侣套餐吧？好的，两位稍等。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，完全都是为了折扣，你别想多了。我怎么可能误会了？你要是来真的，我还不乐意呢。因为你们再一次的相遇，杀生石已开始觉醒。如果不能尽快化解杀生石，你就会死。当年我没能救下苏小姐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救你。你有没有点绅士风度啊？你一杯就倒的人啊，确定要喝？到时候我可不想背你啊。一点点都不行啊！怎么这么小气？蹭点酒喝都心疼成这个样子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摆这张臭脸给谁看？小桃，你说我们来找汪兰报恩，是她的幸福重要，还是她的安全重要？当然是，都重要了。哎，臭狐狸，你又在瞎琢磨什么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就是一个人过七夕比较难过。
哟，单身湖这么多年了，还不习惯呢？不许丧个脸，好好的气氛都被你给毁了。哎呀，排了1个小时的队，都快饿扁了。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嘴角有油。2位啊？这是2位的情人节照片。好丑。我还要回去喝。哎，你能不能走慢点啊？喝多了你还想飞啊？真是服了你了。小桃，滚！别以为喝多了就可以没大没小，小桃子是你能叫的吗？赶紧回去睡觉。哎，等，臭狐狸，你能不能行啊？小桃，那个，你别发酒疯啊！我知道你没醉，再装我就把你的狐狸尾巴给剪掉。今天谢谢你啊，小桃。我没事，你去保护汪兰吧啊，拜拜。哎，白了你还不撒手？回去。切，神经病！一只蠢狐狸能有什么烦心事啊？还学人家多愁善感。哎呀，不可能！小桃，你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？哎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啦？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呢。你说什么呢？苗大神的约会还顺利吗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王兰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你说，如果一个人抱了另一个人，那代表什么呀？喜欢吧。怎么啦？你被谁抱了？什么呀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台里的采访任务吗？我们在设计问题。哦，小桃，没什么，快熄灯了，我们早点睡吧。好，你也早点睡吧，晚安。晚安。之前的不开心就忘了吧，汪兰，记住现在就好。这样，当你将来不在他身边时，回忆起来也不会留有遗憾。汪兰，
汪兰呢？当然是和苗大神在一起了。你找他有事啊？没事别去打扰人家。昨天什么呀？昨天那个汪兰回宿舍没发生什么事吧？昨天是你送我回宿舍的？你好意思说？谢谢你啊。你突然这么有素质、讲礼貌，我有点不适应。你先回忆回忆自己昨天有多讨厌吧。昨天的事记不得了。记不得了？我能做什么呢？难不成我对你？早知道这样，昨天就该让你好好长长记性。你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啊？因为你欠打。皓月老师，我找您有点事儿。找我？没想到你竟然是湖主的人，按照之前的一切，就都说得通了。千芳的出现，不仅仅是因为要减轻湖主与苗里的恩怨，最重要的是为了杀生石。他们期盼的是九尾的回归。九尾的回归？是啊，真没想到。我在仙界修炼的时候，曾听我师父讲起，在上古之时，涂山曾有一场大战，一个屠妖人险些将灵回主屠灭殆尽。没想到，他们的首领竟然出现在这个世界。如果我猜的没有错，苗里应该就是那屠妖人。只是没有想到，这场大战所产生的浩劫，竟然影响至今。十字妖心之力，居然化为杀生石，留在你体内。情况居然这么复杂，难怪我在天宫之中，曾想要跟你另配姻缘，却苦于次次失败。我也只能下凡来洗掉苗里的记忆，想要阻止这场悲剧。原来啊，是杀生石之力在作祟。那我和苗里就真的不能在一起吗？总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嘛。只是现在啊，杀生石之力不在我的可控范围之内。更何况，前锋这只老狐狸，他的修为又远高于我和我师兄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会和师兄商量对策。哎，不过啊，要记住，你的身份先别让小桃子知道了，她知道只会更麻烦。老师，那我先走了。想出国啊？如果学服装设计的话，应该是法国比较好。去法国？那你……你不用顾虑我啊，反正我一定跟你去的。可是你不是刚刚才放弃了出国做交流生的机会吗？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也想出国啊。好啦，别纠结了，我们就一起去吧。走吧。不用了，你先去上课吧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不用，我陪你上去。好吧。那我走了啊。拜。拜拜。
汪澜，你怎么样？前锋的事你都考虑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那想清楚的解决方式就是不再去想它，不想再烦心。真的，我真的没事了。好了，你别担心了，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。嗯，我先回去了，拜拜。给你听一首歌吧，听着这首歌，就当是我在你身边。晚安。还说没有针对我？我都说了是误会了。哎，无论是我喷到你那里，还是跑到男生宿舍，我都不是故意的呀。我不懂你那么拼干什么？难道进入一队参加比赛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？不然我加入击剑社干嘛？我以为你有别的目的啊。一开始是的。不过我现在是真的喜欢击剑这项运动。那你认真干什么？把剑举起来。哦。呼吸要平稳，步调要有节奏，千万不能手忙脚乱。眼睛要直视对方，找出对方的弱点。是。如果我说我想要你一直待在我身边，你愿意吗？啊？一直待在我身边。啊？你愿意吗？小姐呢？啊，谈了恋爱果然不一样，懒虫都会早起了。苗大神，怎么就你自己啊？汪澜呢？汪澜？嗯，我以为你跟他在一起，所以他没有在宿舍吗？没有啊，我一醒来人就没影了。奇怪，那我再去找找他好了。好。嗯。苗里，我听说汪澜要出国了。
你们是不是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啊？他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当初是你为了他放弃出国的机会，他倒好了，自己还跑出国。我想你误会了，因为我会跟他一起去的。啊？可是名单上只有汪兰的名字啊，大家还以为你们都分手了呢。名单？就在公告栏那边啊。搞什么啊？汪兰出国？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里，怀揣着风雨流萤，聆听过俗世心情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还来不及疲惫和冷清，就途经天光短，长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是远方。苗里，你们到底在搞什么？汪兰为什么要出国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汪兰呢？带我去见她。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也找他。他不见了。那你现在去哪里？任何他可能会去的地方。走，跟我走。走啊！跟你走。我送你。狐狸！啊！你干嘛？那个汪兰不见了，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不见了？什么叫不见了？不见了就是不见了。她莫名其妙报名出国留学，就剩苗里一个人。这且不说，她现在人都没了。What？ 我已经用法术在学校搜过了，可是在我的法力范围之内都找不到她的影子。一想到你这个没心没肺的狐狸，这2天怪怪的。小姐的失踪肯定和你有关系，不然她也不会不和我商量就要出国的。你们到底隐瞒了我什么？为什么小姐连我也不告诉？糟了！什么糟了？你别吓我！我带她去见过千峰，快带我去见师傅！你出去等我啊！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花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段荒唐的当你远
心空荡的行囊里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。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。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。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。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。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。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